歡迎大家收睇賽馬分析學呢個頻道，會喺每個賽日之前分析精選馬匹。如果大家中意，可以訂閱呢個頻道作為支持。2026年7月15號跑馬地夜馬煞科日，我哋講講第1至第9場。第一場5班草地160米，講緊12號勁爽。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次係816勁爽排1檔跑第4嘅。大熱暫時顯示係11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呢，見到外邊位置幸運福星已經帶咗出嚟㗎啦。內欄手到再來，黃衫第3位東方魅影啊，粉紅衫第4位有16歡騰啊，內欄白衫第5啦，就係呢隻勁爽啊，進佔第4添啊。外邊第6位嘅馬紅衫白帽係紅磚戰士啊，內欄仲有小王爺啊，馬林裏邊呢，黃衫大約尾6到啦，有平海之星啊，後邊嗰幾匹馬巴閉佬內欄呢，咁啊仲見到呢就係粉紅眼罩嗰匹啊，外邊呢有智醒大將啊。後邊個4匹旋風傳奇、極速之子、領航傳奇啊，電下個馬匹係咁得意嚟㗎。轉呢個呢就係香港體育學院灣咁滯啦，前面放啊馬，手到再來放翻出嚟喎，幸運福星跟翻佢嚟跑啊，進佔內欄第3，有勁爽啊，外邊第4啊東方魅影啦，內欄第5紅衫小王爺，中間粉紅衫第6位16歡騰啊，外邊慢慢冚上啲咯，有紅磚戰士啊，後多浸㗎啦，內欄淺藍衫粉紅眼罩係巴閉佬啊，中間平海之星，外邊智醒大將，後邊嗰4匹馬有旋風傳奇、粉紅衫、粉紅帽，內欄極速之子啊，外邊領航傳奇最出嚟咁得意啊！好啦，正進入直路啦，前面手到再來，仲有半個馬位優勢，中間嘅馬有黃衫呢隻東方魅影呢就開始推進啦，埋邊仲幸運福星啊，後多層有16歡騰啦，出邊追係智醒大將啦，再見到入邊位置仲有一隻勁爽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透出嘅馬係東方魅影啊，埋邊手到再來，仲有啊，再見到出邊追有智醒大將，最後50米到頂當馬頭之啊，埋邊手到再來，出邊係東方魅影要影相啊，智醒大將第3、第4名有勁爽同埋。咁呢隻馬上場賽事跑沙田草地1006米，騎師周俊樂啦。前段前面位置跑，咁啊貼住欄根跑有遮擋走嘅，一入400米左右，隻馬呢馬群中發力衝刺，但係塞車未能望空啊，之後抽出中檔望空，隻馬呢就一直有走勢，最後攞第4翻嚟啦。今場轉嚟谷草跑160米，咁啊換上楊明倫騎呢隻馬啦，咁啊排11檔。呢隻馬最近都操練十足嘅，今場有遮擋走，咁啊直路走到3位衝，咁啊有力突圍嘅，應該唔難有3甲甚至贏出賽事噶啦。另外3匹心水馬呢，3號川河營區。6號極速滿貫，9號駕勢奇葩。咁我哋講第2場4班草地1002米，講9號天下寵兒，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場次係749，天下寵兒排1檔跑第2嘅。會錦標大熱暫時係7。好，你一起步左至傳奇快閘埋邊天下寵兒快閘啊！第3位嘅馬啦，有星神千歲啊！第4位埋邊啊鋼鐵安防，外邊呢就繼往開來啊！第6位黑衫焦點，第7位淺藍衫宜昌精神啊！後邊嗰5匹馬啦，咁啊有光輝所願啦，尾4黑衫廚神，外邊揮灑自如啊！尾2星光快區暫時電流一路精彩嚟㗎，過咗呢個800啦，前面左至傳奇就貼欄放，天下寵兒啊跟啊！第3位嘅馬就係星神千歲啊！第4位內欄位置嘅馬匹呢，有呢隻鋼鐵安防啦，外邊第5位黃衫繼往開來，中間黑衫第6有焦點啊，後邊嗰6匹馬啦，光輝所願啦，宜昌精神啦，尾4係廚神啊，後邊3匹馬揮灑自如，星光快區尾2啊，包尾入直路係一路精彩嚟嘅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啦，左至傳奇佔先，天下寵兒上嚟啊，外邊有星神千歲啊，最出有繼往開來喎，中檔位置仲有隻焦點啊，最後100零米，天下寵兒佔先啊，外邊追佢嘅馬呢就星神千歲啊，埋邊啊左至傳奇，最後50米到透出仲係天下寵兒，外邊呢隻星神千歲越逼越近，接近終點第1名，要影相，外邊壓住咗。咁呢隻馬上場賽事跑馬地草地1002米，其實係艾少禮啊！一起步快閘前段前面位置跑，咁啊貼住欄根跑有遮擋走嘅，一入400米左右，隻馬抽出中檔望空發力衝前，馬呢一直有走勢，最後攞第2翻嚟啊，即係僅僅輸嘅啫。今場呢繼續跑草地1002米，排5檔，艾少禮繼續騎呢隻馬，咁啊排5檔，有遮擋位置走，咁啊一心去馬正常發揮呢隻馬唔難有3甲甚至保中贏出賽事噶啦。另外3匹心水馬呢，就係1號紅紅愛社、4號團結戰靈、7號3強。咁我哋講第3場4班草地1100米，咁啊8號風起雲湧，講呢隻馬之前，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次係834，風起雲湧排12檔跑第2嘅。
好，嚟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見到中間位置，我最好一定要搶噶嘛。響埋邊黃衫有進城區第3位，紅衫啊依家進佔第2呢。咁啊仲有紅衣醒目啊，出邊啊創科群英啊，外邊呢天蓬貓都跟前啲響第5喎。第6位藍衫藍帽藍眼罩街福區內欄第6淺藍衫黃袖仲有妙算強人啊。中檔位置就係捷威啦，橙衫藍帽響個馬林中間仲有飛躍星盤啦，出邊啊咁啊大約尾5到啦，紫色眼罩白衫風起雲湧啊，尾4內欄紅眼罩紅桃大展啊，後邊嗰3匹馬智多多寶一風雲啊，暫時帶墮後係光明傳承嚟嘅。好啦，過咗呢個1000米段處啦，前面放嘅馬呢就係呢隻我最好啊，外邊天蓬貓跟前啲嚟跑喎，第3位嘅馬仲有呢隻就創科群英啊，內欄第4呢就進城區，第5位喎埋到嚟啊，紅衫紅帽戴面箍就紅衣醒目啊，後多層嘅馬啦，內欄妙算強人中間街福區出邊走上去有風起雲湧啊，馬林裏邊深藍紅衫嗰隻呢就捷威亦都要攞出去外邊噶啦，尾5橙衫飛躍星盤啊，尾4內欄紅眼罩紅桃大展啊，後邊嗰幾匹馬啦，智多多寶啦，咁啊暫時殿後個馬匹呢有一風雲同埋光明傳承嚟噶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呢，前面我最好呢佔先嘅，外邊冚上嚟嘅馬有風起雲湧啊，中間啊天蓬貓啦，入邊等位有紅衣醒目，中檔位置啊創科群英啊，出邊衝嘅馬仲有捷威啊，咁啊後多層嘅馬出邊啊飛躍星盤啊，最後200零米埋邊數出嚟，我最好，中間天蓬貓，出邊位置捷威已經衝啦，中檔仲有風起雲湧，後多層就係創科群英啊，最後100米到啦，捷威有少少內閃，咁啊透出咗拋離群區贏出呢場賽事啊，第2名嘅馬呢，風起雲湧，第3呢就相當接近啊，創科群英上咗嚟第4名入邊，天蓬貓同埋出邊智多多寶就相當接近啊。咁呢隻馬上場賽事把沙田草地1100米，其實係莫雷拉啊，前段後面位置跑，咁啊2-3疊金跑大望空走噶。隻馬呢中段變奏加速，咁啊一入400米左右，隻馬抽出中檔望空發力衝刺，隻馬呢一直有走勢，最後呢攞個第2翻嚟啊。今場呢轉谷草跑1100米啦，咁啊換上奧爾文騎呢隻馬，咁啊排8檔。隻馬呢有遮擋走，咁樣有力突圍噶，應該唔難有3甲甚至呢保重贏出賽事嘅。另外3匹心水馬呢就係2號領航天子、4號羅曼老窩、12號密密送。咁啊，地講第4場4班草地150米，講緊4號先到先得，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次係798，先到先得排11檔跑第4嘅。準備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嘛，外邊位置大學生喎，響入邊呢，咁啊見到呢匹呢，亦都快閘嘅財富非凡啊。中間走上嚟嘅星光快區，外邊有2隻維港激流，最出藍衫2號啊，勁啲嘅勁進區嚟㗎。大約跟住個第6位到啦，粉紅衫內欄係北海道啊，響外邊紅衫呢，仲有呢隻都靈勇士啊，後邊嗰5匹馬健康小馬啦，外邊呢就粵進齊歡啊，內欄尾3淺藍衫領航天子啊，尾2 6-3呢有大千氣象，殿後個馬匹內欄位置係先到先得嚟㗎。好啦，接近對面直路頭啦，大學生貼到難放㗎啦，跟住喺第2位外邊有勁進區啊，第3位嘅馬外邊啊維港激流啦，內欄第4黃魔啊財富非凡啊，耐咗個零身位到啦，內欄第5位粉紅衫北海道啊，外邊綠色帽淺藍袖呢，仲有星光快區啊，後邊個6匹馬啦，咁啊分別有都靈勇士啦、領航天子淺藍衫響尾5啊，後邊嗰4匹馬粵進齊歡健康小馬，尾內欄呢有呢匹咧先到先得啦，6-3殿後個馬匹係大千氣象嚟嘅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放呢都仲係呢隻大學生有少少嘅優勢嘅，外邊啊勁進區啊，分列3-4位噶嘛，埋邊啊財富非凡啦，外邊啊維港激流啦，第5位外邊有星光快區啊，咁啊響後邊嘅馬呢，仲有隻北海道啊，揈出嚟中外檔追有領航天子嗰啲馬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咁啊勁進區已經係出咗嚟先啦，中間位置財富非凡3幾個箭步已經立上嚟要過啦，後邊嘅馬仲有星光快區啦，偷入邊上有先到先得，中間北海道啊接近終點，財富非凡贏出呢場賽事啊，跑第2名係勁進區啊，第3名有色。咁呢隻馬上場賽事跑馬地草地150米，其實係嗌到嗱，前段呢喺後面位置跑，咁啊貼住欄杆跑有遮擋走嘅，一入400米左右，隻馬喺內欄發力衝刺，隻馬呢一直有走勢，最後攞第4翻嚟啊！今場繼續跑草地150米排7檔，咁啊嗌到嗱繼續騎呢隻馬啦，咁啊今場呢排7檔，隻馬呢後面有遮擋走，直路走到3位衝正常發揮呢，咁啊今場呢唔難有3甲甚至贏出賽事噶。另外3匹心水馬呢就係2號大學生、3號光年情長、8號華麗在爺。咁啊，地講第5場4班草地1200米，咁啊3號快樂神區。講呢隻馬之前，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次係801，快樂神區排9檔跑第2嘅。
好，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應聲彈出比特星黃金盒寶城之好外邊第4位快樂神區啊，第5位中間紅眼罩呢，咁啊仲有呢隻喜樂之星啦，白衫紅帽馬林裏邊第6位度呢，有佐治傳奇啊，內欄第7、63就3代智星外邊黃衫尾5呢，仲有繼往開來啊，尾4中間啊咁啊有呢隻呢，就係太太精神啦，綠色衫嘅，後邊嘅3匹馬內欄數出去有3強紅衫就龍威森德外邊中環精英嚟嘅。向住呢個600米段處進發啦，放頭跑喎，係呢隻寶城至好嚟嘅。第2位嘅馬呢，外邊位置係快樂神區啦，黃金盒嘅內欄第3，佐治傳奇第4啊，第5位嘅馬啦，咁啊再見到內欄位置有比特星啦，響外邊有繼往開來啦，後多層等內欄63嗰隻3代智醒啊，另一隻63攞出去外邊太太精神啊，最出嗰隻咁啊紅衫有龍威森德啊，好啦，最後300米前面透出嘅馬仲係呢隻寶城至好，鬥緊快樂神區啊，外邊繼往開來已經係展開衝刺，最出仲有呢隻係太太精神啊，最後100米到啦，當呢隻呢寶城至好鬥緊快樂神區嘅時候，繼往開來一陣風就已經上嚟過啦，繼往開來贏啊，跑第2名快樂神區，第3名寶城至好，第4名。咁呢隻馬上場賽事跑馬地草地1200米，其實霍雲星啊，前段前面位置跑，咁啊2碟金跑大望空走嘅，一入400米左右，隻馬抽出中檔望空發力衝刺，馬呢一直有走勢，最後攞第2翻嚟啊，直路呢一直都冇斷啊，一直都有走勢。今場呢跑呢個跑馬地草地1200米啦，繼續排11檔，咁啊霍雲星繼續騎呢隻馬啦，咁啊雖然11檔，但係一心呢喺前面有遮擋走，咁啊騎師正常發揮呢，呢隻馬唔難有3甲，甚至呢可以保中贏出賽事嘅。另外3匹心水馬呢，就係1號威利非凡、9號大財、12號過關勇士。咁我哋講第6場4班草地1200米，講5號日馳千里，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場次係770，日馳千里排4檔跑第2嘅。好，你一開閘應聲彈出嚟巴閉王啊！中間位置有烈焰光芒，第3位風采人生，日馳千里，第4、第5外邊淺藍心新力啊！第6位內欄啊，有財進快區嘅紅衫啊！中檔位置呢，仲有智勝攻略雷神太保呢，大約尾5橙帽嘅，出邊呢，仲有維港激流啊！後邊嘅3匹馬放完星啦，形影飛馳啦，暫時電流星威心得啊！好啦，過咗呢個600啦，前面放就係呢隻巴閉王噶啦，跟住喺第2位有烈焰光芒啊，內欄第3風采人生啊！第4位仲有日馳千里啊，後邊嘅馬第5位外邊呢有淺藍心新力啦，內欄第6紅心財進快區啊，後邊嘅馬中檔上嚟第7呢仲有橙帽一匹雷神太保啊，內欄智勝攻略啦，走出去外邊啊維港激流尾3嘅方圓星啊，墊下一對紫色衫呢就係形影飛馳黃衫墊後馬匹係星威心得啊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巴閉王細細隻仲係佔先噶，埋邊追佢嘅馬有風采人生，中間上嚟仲有烈焰光芒啊，出邊日馳千里亦都上緊，後多層馬仲新力啊，最後100厘米風采人生喘內欄上咗嚟，中間有烈焰光芒，外邊打上嚟嘅馬呢，仲有呢隻日馳千里，3匹馬拍住嚟兜嘅時候，外邊咁啊有呢隻日馳千里，咁佢係似乎係大。咁呢隻馬上場賽事跑馬地草地1200米，騎師潘明輝啊，前段前面位置跑，咁啊2碟金跑有遮擋走嘅，一入400米左右，隻馬抽出中檔望空發力衝刺，馬呢一直衝，咁啊最後攞個第2翻嚟啊！今場呢跑草地1200米啊，繼續潘明輝呢繼續騎呢隻馬，見到隻馬最近都操練十足嘅，今場排8檔有遮擋前面走，咁啊唔好塞車，直路走到3位衝，咁啊隻馬呢唔難有3甲，甚至呢保中贏出賽事噶啦。另外3匹心水馬呢就係1號穿甲戰鷹、6號時時開心、8號小魔怪。咁啊，地講第7場3班草地160米，咁啊8號勁好運。講呢隻馬之前，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場次係771，勁好運排2檔跑第9嘅。最起步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大家都平排約出嘅。前面快啲嘅馬呢，見到中間位置63係大千紅心啊，最出泛有餘都搶喎。中檔有優才第3位啦，第4位黃帽中檔有仗義啊，埋邊上嗰啲係川河要區嚟㗎。大約跟住個第6位有粉紅衫嘅勁好運啦，內欄棗紅衫第7位啦，黃帽匹係風神嚟㗎。外邊有紫荊拼搏啊，後邊嘅4匹馬快路有才有勢響尾3內欄啊，後邊嘅2匹馬極光之子啦，暫時電流係妙算強人嚟㗎。好啦，轉呢個滿貫彎啦。放頭嗰匹馬係泛有餘嚟嘅，外邊優才咬住第2啊，內欄第3啊，63啊大千紅心啦，第4位外邊黃毛啊仗義啊，內欄第5位有川河耀區啊，中間第6有勁好運啦，內欄第7啊棗紅衫黃毛就係風神啊，響外邊有紫荊拼搏啊，後邊嗰4匹馬分別有快路有才有勢啊，尾二位置係極光之子啊，暫時電腦個馬匹仍然係嗰隻妙算強人嚟㗎。好啦，過呢個800米段處啦，前面次序都冇乜喐過嘅，放頭嘅
馬匹呢係嗰隻凡凡有餘啊，跟住響第2位啦就係優才啦，第3位內欄位置就大千紅心啊，外邊第4仗義埋邊第5川河耀區啊，中間第6位勁好運啊，內欄第7仲有風神，響外邊呢就係啲折子經拼搏啊，後邊嘅4匹馬分別有快路、有才有勢啊，尾二係極光之子啊，大墮後係妙算強人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凡凡有餘仲係佔先啊，優才揈咗出去啊，呢個時候兩隻馬中間啊，大千紅心開始推進啊，咁啊緊隨其後嘅馬出邊有仗義追，馬林裏邊穩位上川河耀區，內欄有風神啊，出邊嘅馬仲有紫荊拼搏勁好運，大外到極光之子啊，最後100零米仗義透出，極光之子逢馬過網外邊冚上嚟贏出呢場賽事，第2名仗義同埋川河耀區非常接。呢隻馬上場賽事跑馬地草地1004米，其實係蔡明少啊，前段中間位置跑，咁啊沿途2、3疊金跑呢有遮擋走嘅，一入400米左右，隻馬出外檔發力衝刺，隻馬呢蝕晒腳程噶啦，喺直路呢又因為被困啊，要移至外側望空，最後隻馬攞第9啊，今場真情跑1籠0米，蔡明少繼續騎呢隻馬，咁啊排11檔啦。隻馬最近都操練十足嘅，今場呢2疊呢中間位置有遮擋走，直路走到3位衝，咁啊有力突圍嘅，應該唔難有3甲，甚至呢贏出賽事噶啦。另外3匹心水馬呢就係1號遊龍串鳳，5號我做到，10號棒棒糖。咁我哋講第8場2班草地1002米，咁啊7號魔術控制，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讓尺812，魔術控制排5檔跑第2嘅。第2暫時係7添啊！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呢，中間位置魔術控制顏色之王都快喎，外邊位置啦，咁啊有呢隻呢就升龍區啦，咁啊走咗幾步星際快車放埋出嚟啊，外欄嗰邊黑衫大面佢有賢者無敵啦，最出外欄位置好評如潮啊，入邊綠衫走翻上啲天天同樂，紅衫呢就柏進巨星啊，後邊嗰3匹馬美麗第1勇敢巨星同埋呢隻就有愛心得嚟㗎。好啦，跑咗一段嘅路程啦，前面佔先嘅話星際快車攞埋外欄添啊，響入邊有天天同樂。中間有魔術控制啦，外欄第4位有好評如潮啦，埋邊第5位有柏進巨星，中間第6顏色之王，後多層仲有賢者無敵啊，入邊係美麗第1嗰啲馬，最後100零米咁啊透出嘅馬埋邊係天天同樂啊，咁啊見到外邊有星際快車，入邊顏色之王上咗嚟，出邊位置仲有隻魔術控制啊，最後100米到顏色之王響入邊騎咗出嚟，贏出呢場皮亞士紀念挑戰杯啊，跑第2名嘅馬呢，有魔術控制。咁呢隻馬上場賽事把沙田草地1002米，其實係巴道啊，前段前面位置跑，咁啊原來一直跟跑大望空走嘅，一入400米左右，隻馬望空發力衝刺，咁啊一直有走勢望空，一直衝一直走啊，最後攞第2翻嚟啊！今場轉嚟谷草跑1002米排9檔，咁啊梁家俊騎呢隻馬啦，咁啊今場呢可以有翻遮擋前面走，咁啊騎師正常發揮嘅話呢，呢隻馬唔難有3甲甚至保中贏出賽事噶啦。另外3匹心水馬呢就係2號天天同樂、5號維港智能、8號勇敢巨星。咁我哋講講今季嘅尾場第9場3班草地1002米，咁啊2號競進王者，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讓車803，競進王者派2檔跑第3嘅。1002大熱暫時係9。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可靠大師快閘咯，咁啊埋邊有競進王者啦，第3位嘅馬，中間有進藝快車，內欄紅衫第4位寶進，外邊淺藍衫咗嘉應勇將啊，後多層啦，外邊橙色晏晝城康略影啦，馬林入邊呢，咁啊仲有福星小子啊，內欄尾5紅黑直間3係成數表啊，後邊嘅4匹馬星運笑着啦，橙帽尾3長勝隊長啊，後邊嘅2匹馬發暫時殿後係連冠王嚟嘅，去到對面直路尾咁滯啦，可靠大師可以貼到難放啊！進藝快車就響佢外邊嘅第2位啊，第3位嘅馬埋邊有寶進，外邊第4嘉應勇將啊，第5位嘅馬呢，仲有呢隻競進王者啦，內欄有成數表啊，一路響外邊城康略影啊，後邊嗰5匹馬福星小子星運笑着發長勝隊長同埋掟大我當連冠王啊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可靠大師呢，仲係佔先咗半個身位啊，見到中間位置就進藝快車啊，後多層有寶進上嗰啲啦，再喺外邊有城康略影啦，偷入邊上星運笑着，最後100零米可靠大師仲係佔先啊，寶進率先上嚟挑戰，埋邊追仲嘅星運笑着，出邊競進王者接近終點第1名寶進贏啊，第2名有埋邊可靠大。咁呢隻馬上場賽事跑馬地草地1002米，其實係霍雲星啊，前段中間位置跑嘅，咁啊2疊金跑呢有遮擋走嘅，一入400米左右，隻馬抽出中檔望空發力衝刺，馬呢一直有走勢，最後隻馬呢攞第3啊，今場呢繼續跑草地1002米排5檔，霍雲星繼續騎呢隻馬啦，咁啊排5檔，中間位置走，正常發揮呢，呢隻馬唔難有3甲，甚至呢贏出賽事噶啦。另外3匹心水馬呢就係1號東來欣賞、4號傑出雷霆、12號勇冠群英。咁今集呢分析就到此為止啦，我哋呢下集見啦。
如果大家中意，可以俾個 like 同埋訂閱呢個頻道作為支持。